就在耶稣基督的爱。那天有上帝跟同在，有好；那天有神给把你，有好；那天有神你给恩高。那天给那里给天地，然后那有你今晚来受伤，我们给快乐很富有，就求给黑幕给露水，我在小山大。在呀边，我在山上面给给福气，这不在呀边。你要很小爱的到底，就在耶稣基督的爱。你要很小爱的到底，就在耶稣基督的爱。弟兄姐妹，愿你蒙上帝的赐福，愿你蒙福，上帝的赐福满满。愿在今天的主日，上帝赐福给你，赐福你的家庭，无论是婚姻、事业、儿女、学业，都蒙上帝给赐福。愿十个基金会蒙上帝的赐福，同心合一，兴旺福音。空间中的阿后，就蒙天。春天很有你，总会全那个送你，你送出真福音。问题来放在面子，也提升对爱的爱。所以的自福满满，就求爱变的伤，人的慈爱真够全球。
主话语的路上，赞美称颂的名永无停。所以的赐福万邦，就从海边的沙，天边慈爱直到结束万事。那天主的来临，主话语的路上，赞美称颂的名永无停。那天主的来临，主话语的路上，赞美称颂的名永无停。一下我们的头功，这是廖美雅长老从公馆来的，这个从台北来的，这是台北姐妹，这是圣安，这个是洪文传道，他们从苗栗台北，还有一个我们的思琪也是从台北来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是特别，就像陈老师说的，我们教会自己有服事，但是我们愿意来到龙潭这一块土地，为这一块土地来祝福。也请你纪念我们在每一个月我们会出去就是唱客家的诗歌，到教会来帮助客家的教会。谢谢牧师。